一般人眼中嘅公園咧，就係我哋平時嚟晨運啦、休息啦，或者細路仔嚟玩下咁樣。但係其實澳門嘅公園裏邊係有好多連本地人都未必知道嘅文化歷史嘅。而澳門半島嘅好幾個公園咧，都係被列入咗文物清單，係受法律保護㗎。咁啊，講起文化遺產咧，我哋即刻諗起嘅可能就係廟宇啊、教堂啊呢一啲。咁但係其實公園咧都可以好有歷史價值嘅喎。係啊，澳門其實有唔少有趣嘅公園啦。不過啦，我今日同李展鵬博士咧就聚焦喺荷蘭園同埋士多紐拜斯一帶嘅公園，為大家介紹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嘅其中一條路線——澳門公園與花園。係啊，所以點解會揀呢一帶咧？其實就係因為當其時嘅澳葡政府喺19世紀嘅中後期開發呢一區，而公園咧就係其中一樣重要嘅建設啦。澳門咧曾經受葡萄牙管治，喺嗰個時期啦，葡萄牙人喺澳門興建咗唔少西式嘅建築物，當中咧仲有好多依然保留住㗎。係啊，蘇怡啊，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身處呢個公園咧係紀念一個華哥嘅咧？吓？邊個華哥啊？嗱，呢個華哥咧就係華士古達伽馬啦。咁佢喺葡萄牙人眼中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航海家嚟嘅。因為喺佢嘅帶領底下咧，葡萄牙人早喺15世紀末咧就已經繞過非洲去到印度，咁佢係第一個經海路嚟到亞洲嘅歐洲人喎。咁咧澳葡政府咧喺1898年咧就修建咗呢個公園嚟紀念佢，就叫做華士古達伽馬花園。喺紀念碑上面啦，除咗有佢嘅銅像之外啦，前面嘅白色大理石浮雕啦，都雕刻咗航海時候驚濤駭浪嘅狀態㗎。嗱，我哋會向前行一小段咧，就會嚟到德勝花園啦。嗱，雖然我考下你啊，你知唔知點解德勝花園叫做德勝咧？背後有冇啲咩歷史咧？我都有做過功課㗎。17世紀咧，荷蘭人曾經先後5次攻打澳門，但係都唔成功。葡萄牙人咧最後戰勝咗荷蘭艦隊嘅歷史。冇錯啦。嗱，當其時澳門咧係重要嘅港口，咁咧係好多歐洲國家嘅爭奪對象嚟嘅喎。嗱，喺1622年咧，荷蘭人入侵澳門啦。咁當其時咧，葡萄牙嘅軍隊連同負責防衛嘅居民咧，其實得150人左右啫。咁啊，但係都以寡敵眾咁樣擊退咗荷蘭人嘅12艘戰艦。都係因為呢一場戰役啦，其中一個講法，荷蘭園咧都係因此而得名嘅。嗱，而家咧我哋就嚟到二龍喉公園啦。咁啊，呢個公園咧其實都幾傳奇嘅喎。佢曾經係神父嘅別墅啦、澳督嘅官邸啦，後來成為咗公園。咁啊，二龍喉公園咧曾經係澳門一個重要嘅水源。咁啊，好多居民咧會嚟打水啦、休息啊咁樣嘅。而且呢度裏邊咧曾經係有軍事設施嘅。喺上個世紀30年代咧，仲曾經發生過一次冰火庫嘅大爆炸。咁啊，仲炸毀咗裏邊嘅建築物添。係啊，二龍喉公園咧，其實同松山係相連嘅，而山上面咧依然保留住啦當時由澳葡政府興建嘅一個軍用防禦系統嘅。咁例如咧有松山軍用隧道啦，而公園啦都發展成為後來咧澳門市區內唯一有嘅動物園公園。介紹完幾座西式嘅公園之後，而家我哋嚟到盧廉若公園，佢係澳門啦獨一無二以蘇杭式園林風格興建嘅公園。公園入邊有奇峰怪石、溪水瀑布、回廊交錯，為參觀嘅遊客啦帶來一種冒險嘅感覺。係啊，其實我細個咧都成日嚟呢個地方玩嘅。咁咧呢度咧其實係澳門第一代賭王盧華少嘅故居。咁啊，除咗係中式庭院之外咧，亦都有西方建築嘅喎。例如我哋身後嘅呢個春草堂咧，就係南歐風格啦。咁啊，盧家亦都曾經喺呢個地方咧接待過孫中山先生嘅。後來澳葡政府收購咗呢個地方，喺70年代對外開放，成為咗今日嘅公園。嗱，今日澳門咧其實人口非常之密集啦，其實我哋好需要公園嘅。今日為大家介紹呢幾個公園咧，雖然唔係好大，但係裏邊有好多澳門嘅文化歷史。我哋行公園咧，其實可以更了解澳門喎。
今日咧好多謝晒李展鵬博士啦，為我哋介紹咁多有關澳門歷史同埋公園之間嘅故事。如果觀眾有興趣嘅話咧，都歡迎親身體驗漫步澳門街，至認識澳門公園與花園呢條路線。